點知道呢？海關呢就發現，咦，佢哋個髮型好似有啲奇怪噃，特別係其中一個人個頭呢個頂呢係高咗嘅。哇，唔係啊嘛，個叉燒包喺個頭度。總之就好奇怪啦。後來啲海關呢就掹咗佢兩個入房啦，好似又唔係液體咁樣，即係你唔會諗到係乜嘢嚟咯入邊。即係呢啲睇得多都唔會諗到呢個世界上有啲咁嘅人會夠膽做啲咁嘅嘢，會做啲咁折墮嘅嘢包住咁樣嘅。咁啲床一望上去呢，其實都幾正常嘅，但係呢就異常地重啦吓。咁我唔知點解佢哋會發現到異常地重啦，呢度我就冇點樣考究啦。但係後來一拆開呢，就真係嚇死你啦！大家好，歡迎嚟到可觀仔嘅頻道。今日同大家講乜嘢呢？又係講啲有趣嘢咯，冇錯，就係17個機場海關驚人發現啊！嗱，排名不分先後嘅，因為我真係唔識排名啦。如果你識排嘅話，你幫我排埋佢啦。好，講到之前俾翻個 like 同埋訂閱下我頻道先，同埋你可能諗緊，哎呀，梗係啲毒品啊，收埋喺屁股窿啊嗰啲咁啊，咁唔係嘅，冇咁行嘅吓。呢啲真係聽咗之後呢，我諗大家都會眼突啦。好，開始。話說喺2009年2月嘅時候，喺呢個澳洲嘅墨爾本機場呢，俾人發現咗一單嘢，冇錯就係一個23歲嘅澳洲籍男子啦吓，佢呢就由杜拜啱啱翻嚟澳洲墨爾本呢一度嘅，咁佢行嘅時候呢就好奇怪嘅佢啲姿勢呢，咁所以最後呢，呢一個海關呢就截停咗佢嘅，就走去問佢話嘅，後來呢，經過檢查之後就發現。佢原來條褲入邊收埋咗2隻白鴿，嗱係生勾勾嘅白鴿啊！大家可以睇下張相，佢係真係攝咗2隻白鴿咧喺佢條褲中間嘅，係非常之恐怖啊！我應該係話，咁另外咧喺佢行李上面咧都揾到隻蛋嘅喎。當然啦，個男人咧就即場俾人拉咗。講真啦，紐西蘭啊、澳洲呢一啲咧，你唔好話動物啦，植物你都煩啊，帶呢啲咁嘅嘢入嚟。當時咧，傳媒話咧，佢咁樣俾人拉咗咧，最高可以判10年監同埋賠成11萬澳幣噶噃嚇。咁最後點樣判咧，我就冇乜點睇啦，自己睇下啦。但個問題係，我就好想知點解佢會想走私2隻活生生嘅白鴿咧？咁啊，有傳聞就話啦，佢要嚟轉售啦嚇，要嚟繁殖啦，要嚟比賽咁樣嘅，咁好多用途嘅。但係最令我驚訝嘅就係，個男人係由杜拜飛翻去澳洲，而呢單嘢喺澳洲嗰度被發現，咁即係話嗰2隻白鴿真係同佢坐咗咁耐飛機咯。2013年1月份嘅時候，喺美國芝加哥嘅奧克爾國際機場嗰度呢，咁美國海關呢就例行檢查緊一啲行李啦，唔係行李，即係嗰啲包裹啊。咁發現有一個包裹呢就好大嚿嘅，由呢個意大利寄到去呢個美國嘅醫學研究中心咁樣啦吓。咁啊文件標本呢就係做呢個醫療樣本咁樣嘅。咁佢哋咧就有啲覺得奇怪，究竟入邊係乜嘢嚟噶啦？點知打開咗嚟睇咧，真係震驚晒所有人啊！冇錯，係18個人頭啊，仲要唔係甩皮甩骨嗰啲喎，有完整嘅皮膚啊，完整嘅組織咁樣嘅18個人頭喎。哇！你話如果當時你係嗰個海關人員，真係嚇死你啊！咁一開始大家真係覺得死咯，係咪啲咩人頭走私啊？咩恐怖發現嗰啲咁嘅嘢啦吓？咁後來調查發現呢，其實咧呢一批人頭呢，就係合法嘅，係用嚟做呢個醫學研究嘅。咁確實佢係真係意大利送去美國嘅醫學研究中心嗰度啊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呢，運輸嘅時候咧，嗰啲文件咧就冇搞到齊全啊，即係整得好求其啲文件，所以就搞到個大誤會出嚟啦。咁幾日之後咧，就將呢紮人頭咧就送去呢個研究單位嗰一邊嘅，咁即係其實都冇咩事發生嘅，只不過係真係幾驚嚇咯。你打開個箱有18個唔係假人啦，係真人嘅人頭。嗱，可能我俾張相你睇咧，入邊嗰啲係公仔頭啦，但係我有乜可能俾張真嘅你睇啊？係咪有我都唔敢睇啦。大家如果係你打開咗個箱，見到咁多個頭喺入邊，你會點呢？跟住呢一單咧就比較近期嘅，就係2024年喺呢個秘魯嘅利馬國際機場嗰度又發生咗一單非常之震驚人嘅嘢。冇錯，就一個男人咧就企圖帶住大量嘅昆蟲搭飛機出境。
嗱，講緊嘅昆蟲唔係標本啦，係真係活生生嘅昆蟲啊！咁喺安檢嘅時候咧，就因為佢嘅行色咧係非常之可疑啦，咁啊俾人截停咗之後，一查之下咧就死路，喺佢身上面咧就發現咗好多個細袋啊，而啲細袋入邊裝住啦，聽住啦，裝住啊320隻狼豬，嗱佢咁譯啊狼豬啊呢隻啊，110隻蜈蚣，9隻子彈螞蟻啊，呢個我冇聽過啊，呢個係咩啊？仲有其他嘅昆蟲樣本咁樣啦吓。咁呢啲昆蟲咧，大多數都係嚟自呢個亞馬遜雨林嗰一邊嘅，喺 Amazon 嗰邊嚟嘅。咁啊，屬於係瀕臨絕種同埋受保護種類嚟嘅。咁當然啦，個男人咧就即場俾人拉咗。你走私野生動物喺秘魯咧，係一個嚴重嘅罪行嚟嘅，最高可以判你坐5到10年監嘅。咁問題就係點解佢要咁樣做呢？原來咧南美洲野生嘅嗰啲蜘蛛啊、螞蟻啊、昆蟲咧喺黑市嘅市場入邊咧係非常之有價值嘅，有啲人係好中意要嚟收藏嘅。尤其最有市場喺邊度咧？喺歐洲嗰一邊，咁有收藏者啦，或者嗰啲非法養寵物、非法寵物買家啊嗰啲咧就會想唔介意俾好多錢去買呢一啲翻嚟嘅。2013年7月嘅時候，喺呢個美國嘅荷里活國際機場嗰度咧，就發現咗一樣嘢喎。當美國呢個 TSA 做緊安檢嘅時候咧，就發現有一個嚟自哥倫比亞嘅嗰個陶瓷啊，定係陶罐啦嚇 clay pot 啦嚇，咁又想 check 下入邊會唔會話隱藏住啲咩嘢啦，毒品之類嗰啲咁樣啦。咁 X 光一照咗之後咧，咁就死啦！發現入邊咧有啲唔尋常喎。原來打開咗之後咧，發現入邊係有一個人類嘅頭骨碎片。咁原來咧喺南美啊嗰一邊咧，有啲人咧就會用呢一個人骨碎片啦，做呢個宗教儀式啦，或者係用嚟做一啲傳統嘅信仰物品嘅。咁即係話咧，嗰個遊客有可能咧就唔知道，當咗係一個紀念品咁樣買咗翻嚟，就帶咗翻美國嘅。不過到最後就因為冇正規文件啦，所以件嘢咧就唔俾入美國嘅，但係咧就冇起訴到個遊客嘅。2010年4月喺英國嘅利物浦機場嗰度發現咗一件非常之令人震驚嘅事件。呢一個咧就唔係好關安檢事嘅，但係聽落去都令人非常之震驚嘅。話說有2個德國女人呢，佢哋就企圖帶一個91歲男子上飛機，跟住飛翻去呢個德國嘅柏林。咁你可能覺得有咩咁奇怪啊？帶個阿伯上飛機啫嘛，佢老豆咁樣啦，係咪？但係個問題就係咧，呢個男人呢，佢就放咗喺一個輪椅上面啦，戴住太陽眼鏡同埋戴住頂帽嘅。原來呢一個91歲老人家呢，係一早已經死咗噶啦。當時咧，機場職員咧都有問過點解佢冇反應啊嗰啲咁樣嘅。咁樣咧，呢2個女人咧就死喺度話佢瞓緊覺嘅啫，佢太老啫，唔喐得啫咁樣啦嚇。但係後來發現咧，呢個人嘅身體已經係硬晒噶啦，所以到最後職員咧梗係唔係傻噶啦，一睇就知嗰個係死人啦，就即刻報警啦。原來呢2個德國女人咧係冇惡意嘅，但係咧佢哋只不過係想將佢哋嘅親人運翻去德國度安葬啫。咁你可能問下，咁點解唔正正式式申請啊？點解要咁樣搞法啦嚇？因為你運送遺體如果去另一個國家嘅話咧，咁就需要好多好複雜嘅文件啦，同埋手續費啦嚇，運輸費之類嗰啲咧，可能比較龐大啦。咁所以佢哋就可能覺得，買張機票一齊坐飛機翻去咪得咯咁啊。咁點知原來係唔得嘅。咁開頭呢2個女人咧俾人扣查咗，不過咧最後都係冇俾人起訴嘅。2010年8月嘅時候，喺泰國曼谷國際機場嗰度咧，發現咗一樣非常之震驚嘅嘢。冇錯，我次次都咁樣講噶啦。就一位31歲嘅女人咧，就準備上機前往呢個伊朗啊。點知喺佢上機前咧，就梗要 check 行李噶啦，就被發現佢個行李箱入邊咧有一啲好似貓科動物咁嘅形狀嘅嘢啦。咁一開頭咧就以為係毛公仔嚟嘅，點 Q 之一打開咧就發現一個2個月大嘅孟加拉虎 BB 啊！真嘅唔係講笑，呢隻咁嘅孟加拉虎 BB 咧就同其他公仔塞埋一堆，
咁佢咧亦都係俾人打咗鎮定劑嘅，即係係瞓着咗嘅，就掙扎唔到嘅。後來呢個女人咧就即時俾人拉咗嘅。咁點解佢要咁樣做咧？就因為呢一個老虎 BB 啦，喺中東啊、亞洲啊嗰啲黑市市場咧有極高嘅需求，主要咧係作為呢個異國寵物啦或者繁殖用途嘅。咁同埋黑市上面咧一隻老虎 BB 咧都可以賣到幾千蚊美金嘅，所以佢就搏一鋪啦，諗住。其實如果佢今次呢一個check 佢嗰個海關人員咧懶少少嘅話，有可能真係俾佢得逞嘅，因為佢擺埋一堆堆咁樣，同其他公仔差唔多樣咁樣，咁你照一照，你真係唔知嗰隻係真定假㗎喎。不過我自己就覺得啦，做呢啲嘢嘅人咧真係不得好死啊！哇，你大佬咁樣塞住喺個行李篋入邊，冇氣唞㗎喎，隨時落到地都死咗啦，隻嘢係咪？實在太過殘忍啦！ 2025年9月喺呢個佛羅里達州嘅國際機場入邊又發生咗單嘢啦，冇錯，就喺例行檢查入邊咧就發現咗一個旅客嘅旅行篋入邊咧，竟然有呢個頭骨啦，同埋呢個骨骼碎片嘅。咁呢個旅客咧一開始咧其實佢咧淨係申報咗10支雪茄嘅啫，咁後來再檢查嘅時候咧，就發現佢有啲未申報嘅植物咁樣啦。點知咧越抄就越入，越抄就越入。後來就發現咧，佢其中一個旅行細細地嘅袋入邊咧，就有一個石子包住啲嘢嘅，入邊咧就係原來啲人類嘅碎骨嚟嘅。咁就問呢個旅客：你帶啲咁嘅嘢做乜嘢咧？咁佢就話咧係用嚟做儀式㗎噃。咁亦都有懷疑咧，可能呢個人咧係想嚟做啲武術啊嗰啲咁嘅嘢啦嚇，但係咧就未公開會唔會對呢個旅客提出任何刑事指控啦或者起訴嘅。2025年7月嘅時候咧，喺德國科隆嘅波恩機場嗰度啦嚇，海關人員咧就檢查緊一個由越南寄去德國嘅蛋糕包裹啊！佢個包裹入邊咧寫住係蛋糕海綿朱古力海綿蛋糕咁寫住噶，咁大約7公斤左右啦嚇。咁但係海關人員咧聞咗一聞之後就覺得奇怪啦，同嗰啲蛋糕嘅味道係好有出入嘅，好唔同嘅，明顯就唔係蛋糕嚟嘅，而且仲有種怪味添。後嚟一打開嚟睇咧，真係嚇死人啦！喺個盒入邊咧有好多透明嘅塑膠樽仔啊，入邊咧全部都係嗰啲狼蛛，而且仲有1500隻咁多。咁你可能問下，咁多隻蜘蛛死咗未啊？係未死嘅，一啲死咗，一啲未死。喺運輸途中有啲就頂唔順就死咗嘅。咁後來就梗係要追查翻邊個寄呢個包裹嚟噶啦，同埋點解佢要咁樣做呢？就因為呢個黑市嘅寵物市場上面啦，呢一個狼蛛咧係非常之值錢嘅。講開呢啲咁嘅走私嘢咧，真係越嚟越有創意啊！嗱，大家一定要睇下呢一個啦。2005年10月份喺呢個澳洲嘅墨爾本國際機場啦吓，有一個嚟自新加坡嘅女人咧，就試圖將51條呢個熱帶觀賞魚咧偷運入去澳洲入邊。但係佢點樣運呢？51條熱帶魚，仲要生勾勾喎。佢咧就整咗條長裙。咁入邊咧就有啲好特製嘅袋嘅，咁每個袋咧就裝住一啲咧魚喺入邊，咁啲魚梗係好似我哋香港嗰啲你買金魚咪攞個袋咁樣包住，入邊有水咁樣咯，佢咪咁定晒喺度咯。嗱，大家可以睇一睇啦，係咪非常之有創意呢？咁開頭係點樣發現嘅呢？就係呢個女人行路嘅時候呢，係非常之奇怪，一啲都唔自然嘅。咁所以呢，海關人員呢就叫佢：喂，小姐停一停先，俾我睇下你條裙入邊。點知發現咗，原來成條裙入邊都係魚嚟嘅。咁如果佢咁樣嘅話，好似頭先咁啦嚇，都係墨爾本個機場啦，最高刑罰可以係判到10年監禁，同埋罰佢11萬澳幣嘅。原因都一樣噶啦，因為呢個黑市市場咧，呢一啲魚咧都非常之吃香咁，所以好多人咧都會想帶啲過嚟賣咯。2022年喺美國嘅紐約機場啦嚇，咁就有一個33歲嚟自呢個多明尼加共和國嘅男子，咁我唔係好知呢個多明尼加共和國喺邊度啦嚇，自己可以睇一睇。咁咧佢就坐住輪椅嘅。咁今次我真係想讚一讚呢個海關人員啦，因為佢咁樣都可以留意得到。嗱，佢個輪椅咧
就係碌噶嘛，但係佢碌得好唔暢順，所以咧海關人員咧就覺得奇怪，就叫咗佢入房，然之後咧就竟然拆咗佢個輪椅睇下，究竟個輪椅入邊係咪有啲古怪？點知道發現個輪椅入邊咧真係收埋咗好多毒品啊，係講緊啊13公斤嘅可卡因啊，黑市價值係46萬美金嘅。點解呢個人要咁樣做呢？嗱，一啦，如果你用輪椅嘅話咧，通常啲人望到坐輪椅嘅人咧，都會覺得俾同情心佢哋嘅，就唔會諗到哇，你條友原來攞嚟運毒噶噃。而且正常你見到佢個輪椅推得唔順，可能你會想去幫下手推下，同埋你可能覺得可能個轆冇氣啫，但係咁樣都可以俾佢哋覺得，入邊係咪收埋咗啲嘢？所以我今次呢，呢個海關真係值得讚一讚嘅。2019年7月份喺呢個印度嘅金奈國際機場嗰度呢，有2個男人就由中東嗰度翻去印度嘅，點知道呢？海關呢就發現，咦，佢哋個髮型好似有啲奇怪噃，特別係其中一個人個頭呢個頂呢係高咗嘅，好似以前同我哋拍嗰啲古代片嗰啲髻咁樣高咗上去咁樣嘅。哇，唔係啊嘛，個叉燒包喺個頭度。總之就好奇怪啦。後來啲海關咧就掹咗佢2個入房啦，就發現原來佢哋戴緊假髮，而且假髮下邊咧係收埋咗1公斤嘅黃金條啊。另外再搜落去之下咧，就發現佢哋對鞋啊身上咧總共都係有幾斤黃金喺入邊嘅。後來揾到超過6公斤嘅黃金，價值係幾十萬美金嘅。跟住呢一單呢，可能有啲香港嘅朋友都聽過嘅，因為咧呢架機正正就喺香港飛過去。2019年3月嘅時候咧，喺呢個菲律賓馬尼拉機場嗰度啦，海關人員咧就發現咗一件冇人認領嘅行李啊！原來呢件行李咧係香港飛去馬尼拉嗰一邊嘅。打開咗之後咧，就竟然發現1529隻活龜，全部都係生勾勾嘅。佢哋咧全部都塞晒喺啲衫啊、膠盒啊、嗰啲鞋盒入邊咁樣啦。咁好多龜咧係塞到係喐唔到嘅，情況非常之慘烈。估計佢呢扎咁嘅龜啊都要成450萬呢個披索，即係86000蚊美金。但係咁我就唔明啦，你咁大陣仗搞啲咁嘅嘢，但係你又唔理件行李自己走咗去，咁即係點呢？嗱，我就冇乜點研究事後發生咩嘢事啦吓，不過就話俾大家聽有單咁嘅事發生過。2024年喺呢個美國嘅邁阿密機場嗰度咧就發生咗單嘢，就一個乘客竟然企圖運啲蛇上飛機啊，仲要係活蛇添，佢點樣放呢？吓？嗱，其實咧成啲呢啲事件咧最得意係乜嘢咧？係佢哋揾嗰啲地方收埋啲嘢咧都幾 interesting 嘅吓。當然啦，佢哋運嗰樣嘢都已經夠震撼噶啦，但係佢哋點樣運法咧都值得研究一下嘅。咁好啦，就因為喺呢一個安檢嘅時候啦吓，咁職員咧就發現呢個乘客嗰條褲咧就脹卜卜嘅，脹得好奇怪，唔係話好有型嗰隻脹卜卜啦吓，好似咧入邊仲有幾個袋咁樣嘅。後來一經調查之後咧，就發現佢條褲入邊咧真係有幾個袋，有啲布袋啊咁樣，有啲細袋咁樣嘅，全部入邊咧都係蛇嚟嘅。不過唔係好大條嗰啲，係細細條嗰啲啦。嗱，我就對蛇冇乜研究，大家可以睇一睇呢啲究竟係咪 BB 蛇呢？定係有啲蛇種嚟咁樣，咁我就唔清楚啦。咁點解要咁樣做呢？都係嗰句啦，喺黑市市場上邊咧，呢一啲算係非常之罕見嘅品種啊，咁所以就好多人都想搏一搏咯。2015年呢一個如果我親戚貓貓睇緊嘅話呢，我勸你熄一熄佢或者跳一跳佢，因為你絕對唔想見到呢樣嘢噶，非常之對你嚟講係好得人驚嘅嘢嚟噶。好，2015年5月嘅時候呢，喺呢個印尼機場嗰度發生咗一樣嘢，呢個其實都幾鬼恐怖嘅。點講呢？
印尼海關喺呢個行李做安檢嘅時候咧，就發現咗有幾個行李入邊咧，應該係話咧有啲膠樽咧就好重嘅，奇奇怪怪咁樣啦，像卜卜咁樣啦嚇。打開個膠樽之後咧，個官員咧就竟然發現入邊唔係水嚟嘅，原來係鸚鵡，仲要係生勾勾嘅鸚鵡。大家去睇下，哇！一共有24隻鸚鵡俾人咁樣監生塞落去個水樽入邊。淨係留少少位俾佢透氣啫，有幾隻鸚鵡啊，俾人發現嘅時候已經係奄奄一息噶啦，已經就快死噶啦，因為佢哋係嚴重受壓啦。大家諗下，真係因為嗱呢幾隻鸚鵡咧就係屬於咩皇冠鳳頭鸚鵡啊，佢哋係瀕臨絕種噶啦，非常之賤格噶做呢單嘢咯，我唔介意咁樣講啊，喺個台嗰度非常非常之賤格噶，呢啲打落18層地獄啊，真係要。件事爆咗出嚟之後咧，就震驚咗成個國際，因為佢呢隻鸚鵡咧係極矮嘅，係真係就快冇噶啦。哇，仲俾你咁樣塞落個樽咁樣玩法，我真係賤格。同埋呢啲鸚鵡咧，如果係黑市價值入邊咧，可以賣到幾百蚊美金一隻咯，比我想象中少好多。嗱，大家可以睇個樽身啦，即係你乍眼睇落去，你點會諗到係隻雀仔喺入邊啫，係咪？或者你可能覺得咦？好似又唔係液體咁樣喎，即係你唔會諗到係乜嘢嚟咯入邊。但你打死都唔會諗到係隻雀，你話死咗都算啦，死咗都冇咁得人驚啦，未死嗰下先慘啊嘛。即係呢啲睇得多都唔會諗到呢個世界上有啲咁嘅人會夠膽做啲咁嘅嘢，會做啲咁折墮嘅嘢啊。2021年12月嘅時候喺美國機場嗰度咧，就發生咗一單嘢，就係話咧有個行李經過安檢嘅時候，經過 X-ray 嘅時候咧，就發現出一啲異常嘅輪廓啊，奇奇怪怪嘅輪廓咁樣啦嚇。再睇真啲，好似係一隻小動物喎。後來一打開咧，原來係一隻生勾勾嘅狗仔，屬於好似芝娃娃咁嘅種類啦嚇，mix 嚟嘅。不過原來咧就唔係啲咩走私嘅呢一個，只不過係個主人執行李嘅時候咧，就可能打開咗個篋啦，咁隻狗咧就爬咗入去玩，佢唔知道閂咗個篋咧，就拎咗去機場。不過好彩係可以發現得到咯，如果唔係真係焗死佢噶。咁啊，主人就未有被檢控嘅，因為真係純粹意外咯。不過大家記得啦，如果你屋企有狗仔嗰啲咧，真係或者你執緊行李嗰啲咧，真係要小心啲。2019年1月，嗱呢一個咧就唔喺機場入邊發生嘅，不過都值得講一講嘅，喺西班牙嗰一度啦。咁有啲職員咧喺邊境做檢查噶嘛，即係檢查啲車咁樣噶嘛，就喺其中一部車上面咧就發現咗幾張床褥，咁佢張床褥咧就用啲膠膜包住咁樣嘅，咁啲床褥望上去咧其實都幾正常嘅，但係咧就異常地重啦吓。咁我唔知點解佢哋會發現到異常地重啦，呢度我就冇點樣考究啦。但係後來一拆開咧，就真係嚇死你啦！入邊咧係有人嘅，冇錯，係非法移民。咁有一啲打開咗之後咧，佢哋係面臨就快窒息死嘅。所以一啲走私集團嗰啲咧，真係佢哋會用啲好極端嘅手法去送人啦吓。咁呢啲當然啦，仲有好多其他新聞都係關於呢一個嘅。咁嗰啲可以遲啲再出一集講一講啦吓。2019年1月嘅時候，喺呢個以色列嘅邊境口岸嗰度咧，就發現咗一個嚟自巴勒斯坦嘅男子，佢嘅行為非常之可疑。其實佢行為就唔係好可疑嘅，只不過佢條褲非常之可疑啫。冇錯，官員就見到佢條褲咧脹卜卜嘅，感覺上非常之奇怪啦，就好似咧入邊有幾個袋喺度咁樣嘅。後來咧就發現，原來呢個男人條褲入邊咧係綁住咗40隻雀仔。咁但係咧最慘係咩咧？就係啲雀仔咧就俾佢哋用嗰啲膠嘅帶咧綁住咗啲翅膀嘅，咁啊同埋咧就韞住喺佢條褲啊，喺佢條腰之間咁樣啦。咁有啲雀仔咧係爭啲窒息死嘅。咁原來喺呢個巴勒斯坦同埋佢隔籬嗰啲地區咧，呢一隻雀咧係非常之受歡迎嘅，賣到好高價錢嘅。好啦，嚟到我哋最後一個啦，呢個非常之震驚嘅，喺2015年呢個埃及嘅開羅國際機場啦吓，有啲人讀埃及啦，有啲人讀埃及啦，我唔知點及法啦吓，你中意點及就點及啦吓。咁啊有一對埃及嘅夫婦咧就企圖帶某樣嘢出境，
原來就係佢哋5個月大嘅 BB 啦。首先點解佢哋要咁樣做呢？係因為咧佢哋冇幫呢個 BB 辦理啲咩出入境文件啊 ，passport 都冇啊，但係佢又想帶個 BB 出境喎，所以冇辦法之下咧，佢老豆咧就諗咗一個非常之好嘅方法出嚟，就係將個 BB 放落個行李篋入邊啦。咁點知一個 X-ray 嘅時候就死啦，嗰個安檢人員咧直頭係嚇親啊，因為佢見到一個好清楚嘅 BB 輪廓啊。後來一打開咧，就發現真係有個 BB 喺入邊嘅，咁就好彩就係咧個 BB 係仲係生嘅，冇出事冇受傷嘅。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俾佢過到關，個 BB 真係一齊上咗飛機啦，咁咪真係焗死噶噃。咁我睇完之後我都覺得，點解啲人可以冇腦到呢個程度呢？好啦，今日就一共講咗17個海關人員最震驚發現啊！大家覺得邊個最得人驚呢？最震驚呢？吓？我咧就覺得真係塞隻鸚鵡入去嗰個膠樽入邊咧就最震撼啊！實在係虐待啊！咁當然啦，其他嗰啲都係虐待嘅。我真係嗱，講真，好多人同我講啦，哇！你講鬼故咁多嗰啲，你唔驚啊？嗱，我同大家講，真係同大家講，呢個世界最得人驚咧，真係唔係鬼咯。